乡亲啊，继续来看2026新北市长的选举，民进党的立委苏卡辉进前已经表态要来参选。伊伫党内上主要的对手，就是民进党的秘书长林右昌。林右昌最近3个月连走17间的公庙，而且大部分的公庙拢伫新北市。地方人士讲，因的主席赖清德是介意会赢的人，所以希望林右昌赶紧来表态，伫民进党内整合出一个上强的人选。请这边掌声鼓励。受到总统赖清德请托，亲身来到目沙接应票致敬陈成伟的拜匾。民进党的秘书长林右昌代表参加结辩的仪式，第一次时阵要讲到赖总统。祝我们台湾2300万的咱台湾人民，大家都和乐平安。搁较重要，咱总统领导之下，台湾愈来愈发展。好，我们送上步步高升的生日蛋糕。庙方专工送鸡2个，提早替林右昌庆祝生日。一句步步高升，加定林右昌的意。听讲伊有意思要争取2026年新北市长的选举，就当秘书长的身份，各地方公庙走透透。旧2年前捌到17坐得奖加中顺庙，过年时佮连续参拜邦桥永联寺甲泸州的保护宫。过年后，佮走访泸州主圣天后宫，3个月内至少走17间公庙。甲林右昌私底下运作来比，民进党的立委苏卡辉早就讲伊想要选新北市长。地方人士讲，就算林右昌以赖清德的名义走地方，也毋过主席介意会赢的人。林右昌两早表态，党内整合才会当推出上强的人选。距离2026年其实还有一段时间，相信中央党部一定以最好的机制推出最强的候选人，我们大家团结一致，一定能够光复新北。要让新北市对哪天变绿地，党内内战已经开打，充满着火药味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